小朋友你好啊，歡迎嚟到小小故事屋。呢度有好多又好聽又有意思嘅故事，等你一邊聽一邊學新嘅。每年農曆8月15，大家都會一齊賞月食月餅，同家人團聚，一齊過開心又溫暖嘅夜晚。今日我哋要聽嘅故事就同中秋節有關，就係嫦娥奔月。好耐之前啊，天上面有10個太陽一齊出嚟照大地啦。結果啊，成個世界都熱到不得了，草乾晒，水都冇晒啊！有一個好勇敢嘅弓箭手叫做后羿，咁拉開神弓，一口氣射落9個太陽，剩翻最後一個，咁樣人類先可以繼續生活落去。大家都好多謝佢啊！后羿後嚟仲娶咗一位又靚又善良嘅老婆，叫嫦娥。有一日，后羿得到一包神仙送嚟長生不老藥，佢小心翼翼咁交俾嫦娥保管，仲話等時機成熟，我哋一齊食，永遠唔分開。點知有個衰人叫蓬蒙，佢想偷走仙藥。嫦娥好驚，唔想俾壞人得逞，於是喺情急之下就將成包仙藥吞晒落肚。神奇嘅事發生啦！嫦娥覺得自己越嚟越輕，慢慢飄啊飄啊咁飄上天空，一直飛到月亮嗰度去。從此之後，嫦娥就住喺月宮入邊，身邊仲有一隻可愛嘅玉兔陪住佢。佢成日都望住人間，諗起自己嘅屋企同后羿，心入邊好掛住佢啊佢。人類為咗紀念嫦娥，每年8月15中秋節嗰日，就會一齊賞月食月餅，希望同家人可以團團圓圓、開開心心。故事講完啦，小朋友，你鍾唔鍾意嫦娥奔月呢個故事啊？下次再睇小小故事屋，仲有更多神奇又好玩嘅故事等緊你啊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下，仲可以同爸爸媽媽一齊聽多次。再見啦！